細個嗰陣，阿媽可能會帶你去涼茶，飲一碗苦到就晒眉嘅24味。你又有冇諗過，呢碗苦茶原來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？涼茶嘅出現同嶺南地區嘅氣候有好大關係。呢度天氣濕熱，古人就地取材，用藥性寒涼嘅中草藥煲成飲品嚟清熱解毒、祛濕降火。涼茶嘅歷史可以追溯到東晉年間，醫藥家葛洪嚟到嶺南，因為南方瘴癘流行，佢開始研究溫病醫藥。後世嘅嶺南醫家就根據佢嘅經驗，逐漸形成咗涼茶嘅配方。涼茶嘅種類非常多，最常見嘅包括24味、五花茶、火麻仁、夏枯草、銀菊露、雞骨草、竹蔗茅根水等等。2017年，涼茶亦成為首批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嘅項目之一。涼茶嘅發展見證咗香港由戰後到經濟起飛嘅變遷，所以話涼茶唔單止係一種飲品，更加係一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下次行過涼茶，不妨停低飲返碗，感受下呢份苦盡甘來嘅香港味道。